2017年嘅5月16號星期二啊，早上都喺伊東市嗱，咁我哋經過咗呢個大塞山啊，哇！真係度度都咁靚嘅，隨便將架車泊埋一邊，又可以觀光嗱，美人啊！唔好話我氹氣啦，喺香港，譬如南生圍起咗豪宅啦，起咗樓啦，地產項目啦。2017年嘅5月16號星期二上晝9點零鐘，我哋仍然喺伊豆半島伊都市嗱，連大塞山都嚟埋啦。琴日咧就去咗小塞山，都係有呢啲吊兜吊椅坐上去腳揈揈嘅，不過其實好矮啫。我行上去我諗都係15分鐘頂晒籠。琴日小塞山嗰啲吊椅就單人嘅全部，嗱呢啲係坐兩個，真係正啊！好天啊，今日有太陽啊，俾大家正面睇睇。都有啲比較少見嘅花嘅樹啊。2017年嘅5月16號星期二，而家11點到啦。上晝我哋上枕枝山啊，睇風景啊，安寢個寢，枕枝山。Hello。山頂啦，我哋上，陣間我哋落山都會坐翻呢架對面呢架車咁樣嘅。到啦。また山頂には軽食コーナー、売店もございます。売店ではお土産の割引販売も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。2017年嘅5月16號星期二上晝11點05分，我哋坐纜車上咗嚟枕枝山睇風景嘅，真係都好靚啊，好好地方。嗱，呢個就係站嚟嘅，360度。咁而家另一個角度睇喺枕枝山望落嚟。嗱，頭先我影咗條河啊，我哋就係喺呢中間呢一個纜車站起步嘅。我哋架車咧就泊喺左手邊嗰個停車場，好值得嚟睇㗎。呢個纜車站，我哋就係搭呢個纜車㗎啦，啱啱。喺枕枝山有條步道，花的季節，睇得幾靚。枕枝山呢條步道呢，真係好靚，好值得行。你睇好多花嘅。嗱，觀景台啊，呢個好靚嘅。觀景台，仍然係喺枕枝山。咁呢度呢，風景好好嘅，嗱冇乜人啦，360度。呢度有一個呢叫愛染堂啊，亦都好好嘅建築啊，睇人哋啲文化。我諗同信仰有關啦。